厝内有饲动物派的，毋奈拄到细厝的问题，特别是饲猫仔的人拢知影讲，若带因出门要去互兽医看，这对猫仔来讲会造成真大压力。为着要减少这种不安的心理影响，请兽医去厝内甲动物看病这种服务，需求量是愈来愈大。也若伫日本，也有业者因计发出一种会当判图猫仔的表情这种 AI 的应用程式，只要甲猫仔翕相，就会当看会出这只猫仔敢是身体无爽快，而且准确率有甲95%。若互主人会当较放心，会当更较准确掌握带猫仔去互兽医看的时机。一只猫拍伫咧遐蓝色，是伫咧休困，也是无爽快。怎么有 AI 应用程式会当斗相共了解？日本东京的史多芳小姐今年3月开始试用 Catch Me 应用程式，逐工拢替伊饲的这只14岁猫翕相，互 AI 分析猫的表情，看是毋是需要去看兽医，互伊的猫更加长细修。黄色くなってるのが痛みがあるっていう判断がされた時で、それがちょっと続いたりすると獣医さんに、うちの場合は電話で相談して、こういうふうになんか何日も痛みがある表示が続いてしまった時はやっぱりおかしいな。猫的个性较倔强，真会当忍疼，就算是身体无爽快，也真少会直接表现出来。日本大学的专家甲科技新创公司训练 AI 判读6000张猫的表情，依照疼的情形来分级，开发出这套程式，会让减少破病延误就医，或者是无必要去看医生，互猫紧张有压力。今我々の統計ですと、高齢の70%以上が関節炎があったり痛みがあったりするんですけども、実は病院に行ってる猫ちゃんってただ2%しかいないんですね。でその理由は飼い主さんが痛いことに気づいてないことが多いんです。で今アプリを作ってる目的はいろいろな痛みに対してもしかしたら正常じゃないかもしれないっていう飼い主さんへの気づきのきっかけ。这个应用程式去年开始上线了，已经有超过23万人使用。伫银行回馈的资料增加 ，AI 累积更加侪学习的资料，准确率已经超过95%。即马又有一种减轻听物压力的保健服务，就是兽医到厝内看诊。像美国纽约市这只19岁猫阿公帕迪，有高血压加关节炎，伫咧较适的厝内正定真的互兽医检查。It's a very stressful thing to be put in a carrier and go in the back of a taxi and go to a veterinary office. So having house calls eliminates all of that. 兽医阿塔斯到厝看诊已经32年，对一开始伊坐地铁、赶公车，到即马已经有专属的司机加助理，需求愈来愈多，看诊的时间也排甲满满。不过，这种到厝看诊的服务是比曼哈顿一般的兽医便宜，费用加30%，主人就要加开一寡。公司新闻，施惠中编译。